yes。我来帮你。不用，今天你是我的客人，快坐。哇，你怎么知道这些都是我最爱吃的菜？嘴巴还真甜，快尝尝吧。好吃。慢点吃啊。幸好不是周末，要不然我真没有办法享受你们的 VIP 待遇，有老板娘陪我一块儿吃饭。就算是周末，你也是绝对的 VIP。真的？我这店里平时都没什么人来。谁说的？我这个忠实顾客不就来了吗？快坐。哇，你怎么知道我要来？还把我最爱吃的菜都做好了，抱抱。好了好了，来了新朋友。你们的口味都差不多，快吃吧。这谁啊？这位小姐，我这么大只在你面前坐半天了，你看不到吗？你好，我叫任静。黄辉。静静是我们店里的常客，救死扶伤的人间天使，未来的大医生。就他。黄辉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今天帮我解了围的大恩人。就他，手无缚鸡之力。黄辉单身，硕士在读，白羊座，本市户口，无不良嗜好。你把我的自我介绍都记下来了？哪有人这么自我介绍的？移动版人肉征婚啊！你今天第一天工作，怎么样啊？别提了，老板长什么样都没看到。那你没见到，怎么给人家看病啊？隔着块帘子呗。现在的有钱人真是任性，也不知道他是到底长得有多丑呢，还是毁过容呢，还是脸上有个疤。换位思考一下，还不知道是谁长得丑。喂，小美，你到了没？我已经武装好了。